香港傷健拆旗協會 RDA 過去50多年，一直致力為傷健人士提供復康拆旗服務，讓參加者提升身心健康。隨住 RDA 嘅努力，好多家長親身見證咗小朋友嘅成長同發展。而家，等我哋聽聽作為 RDA 宣傳大使以及耆生嘅家長 Margaret 分享佢對 RDA 嘅睇法同經歷。其實 RDA 我之前都聽過好多好嘅嘢㗎，咁譬如 Hippotherapy、Riding Therapy， 其實對於有一個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，好有幫助嘅。佢1歲數夠嘅時候，我即刻報名，咁都好開心可以排到去參加 Riding Therapy 咯。Isabella 第一次騎馬咧，其實可能只不過坐到10分鐘，跟住比較會好攰嘅感覺㗎。咁半個鐘至9個字啦，自己棟高咁樣坐，咁亦都騎得好開心。所以見佢咁樣進步化都非常之高興啦。做家長，你問翻我自己感受，係一句字真係好滿足。從學校同家長嘅回饋，我哋睇到復康拆旗對學生嘅正面影響。接住落嚟，我哋聽下學校代表同埋家長分享佢哋嘅經驗同見證。咁其實當初帶啲學生嚟騎馬啦，咁其實每一個咧騎完嘅同學咧，我都見到佢哋好開心。咁都會有家長反映佢哋嘅專注能力啦，可能好咗啦。咁都有一個家長咧，我好記得。咁佢今年已經中4㗎啦。咁當年佢係1年班嚟呢度騎馬。咁嗰陣時我1年班我教佢體育啦。咁佢其實係行平路咧都有困難㗎。即係佢行平路嘅時候，可能行下佢都唔知點解會跌親。咁媽咪當初好擔心嘅。咁上完一輪之後，媽咪都覺得佢平衡力好咗好多喎，佢行路唔再跌親啦。咁呢樣嘢我聽到都好開心嘅。咁到而家佢中4啦，佢上個月仲同我出去踢波添，係啦，所以都真係好好嘅。個人又好似開朗咗喎，有啲。其實RDA 都真係歷史悠久嘅，咁由我哋以前個舊校啦，我都係做特殊學校嘅，咁其實都已經係接觸過 RDA， 都有帶學生去做一個騎馬嘅活動啦，咁所以其實已經係認識咗呢一個機構㗎啦。家長咧初都會同我講話其實我都好擔心個小朋友，佢哋唔知究竟適唔適應啊，究竟咧佢上馬會唔會有啲掙扎啊咁樣嘅。咁但係咧陸續啦，咁我會聽到家長第一次聽完啦，第二次聽完咧佢就話：咦，佢翻嚟咧好開心，話佢點樣去騎馬喎咁樣咯。咁所以其實家長嗰個反應咧都係正面嘅。其實我哋都好想咧多啲學生有機會嚟參與嗰個騎馬嘅活動嘅。第一次好幸運啦，咁就抽到。咁跟住原來我哋翻去睇醫生嘅時候先發現咧，原來騎馬係對佢好有幫助。其實係好開心，即係冇諗過可以維持到佢個脊柱唔側彎嘅。即係呢個係我諗對所有 special kids 嘅坐輪椅啦，特別係嘅家長咧，呢件係好緊要嘅事嚟嘅。咁所以好多謝 RDA。大約2015年嘅時候，學校有一個機會去嚟呢度試堂，咁到後尾就由佢見到佢喊到佢真係好中意，跟住之後就報名啦，即刻咁一路都 keep 住騎嘅，咁而醫生啊甚至治療師大家都好支持嘅，咁所以就一直就 keep 住騎，直到而家啦，我哋都。我哋啲小朋友咧，佢本身嗰個左右平衡啦，同埋專注力都唔得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騎咗馬之後咧，佢就會有佢嗰個開心啦，佢有興趣啦，改善咗個專注力嘅。即係好開心咁樣睇到佢咁樣成長，同埋不斷改善咧。咁我哋都會繼續同佢努力落去咯。其實其中本身咧都好怕嗰啲動物嘅。咁但係自從咧上咗呢個 RDA 堂之後咧，佢而家都冇咁驚嗰啲動物。呢個訓練嘅對佢肢體上都有不足嘅地方都有明顯嘅改善嘅。咁其實我哋咧都好開心，同埋咧好鼓舞嘅嚇。上完 RDA 堂之後咧，見到佢咧，佢自己可以主動咧同人哋分享上完堂之後做咗啲咩動作啊，同埋佢見佢自信心都強咗嘅。家長同學校代表嘅真誠分享，充分展現咗 RDA 復康拆旗帶嚟嘅深遠影響。我哋衷心多謝所有家庭同學校代表嘅分享，並期望 RDA 未來可以繼續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。